Hello，大家好，又係到我第二個deck 嘅解説啦。由於呢個 deck 咧係我尋日響嗰個 DNL Asia 十物級拎到冠軍嘅 deck，其中一個係 Ice Water Wind，第二個就係 Ice Earth。所以大家可以見到 Ice Earth 呢一個 deck 咧，其實係一個相對比較 defensive 嘅 deck 嚟嘅。然之後呢三張其實就係呢個 Ice Earth 嘅 key card 啦。首先咧，我會慢慢逐張同大家拆解我係究竟用啲咩喺呢個 Ice Earth 入邊啦。然後我哋先講呢個 deck 係到底要點樣玩，對到嗰啲 meta 現今嘅 meta 究竟要點樣對付啦，要點樣操作啦。首先我哋會 go to forward 我會有三張 key card Emmet。另外咧 Emmet 大家都知道喺 Mono Earth 入邊咧，佢係屬於一種可以炒6 cost 嘅一個 character 出嚟。同時間咧，佢係可以令到對手一個 forward 中8000嘅，即係可以炸係8000嘅，所以係好好嘅一個 set up 加上 control。其實佢呢個 deck 可以話係 key card 之一嚟嘅，最重要個 card 之一。到頭二咧就係最新出嘅呢張新卡Pressure，去同時間可以完美咁 combo 到呢個 Emmet 嘅。Emmet 可以炒佢出嚟。如果你嘅 Brick Zone 擁有其中一張 Pressure 嘅話，你就可以將佢一 cost 咁出嚟，然之後你可以揸8000同埋對打一個9000。由於 Pressure 嘅特性需要有一個 Pressure 響嗰個Brick Zone 咧，所以我係會玩6張嘅。由於呢個都係 Ice Earth 咧，所以我選擇佢第二種嘅 Preach 其實係 Ice Earth。OK，你亦都可以玩另外一種，如果你覺得可以 combo 到，陣間我可能會講解另外一個 possibility 啦。但係由於呢個 deck 係呢一個 Preach 比較適合嘅 compare。OK，所以我玩6張 Preach。然之後咧就係而家當前最強嘅卡 C 魔，我玩3張。因為呢一個卡咧，無論係咩節奏都好，都可以打個比喻。如果你開頭 set 到兩個 backup，你出去嘅話，佢係一個相當之 pressure 嘅一張卡嚟嘅。但係當你打到後邊 set up，你出去佢仍然係好強嘅。所以呢一個 meta 如果可以掂到兵嘅話，擠佢就冇錯啦。然之後兩個白虎 White Tiger，都係一個相當唔錯嘅 control 卡啦。好似因為由於佢嘅 power 好大。所以又可以 down freeze 一個 character。有時如果對方個 backup 慢，你就可以 down freeze 對方個 backup。但係如果對方你打個比如你打到 C 魔嘅話，你又可以將佢永遠鎖住啦。人哋要 remove 你都相當個困難嘅，除非對方係電啦，電有嗰個 limit break。但係如果人哋冇 limit break 嘅話，要 remove 佢都相當唔容易嘅。再加上佢係3 cost，因為目前好多 warrior wall 7嘅 deck 都有 Arcstar 嘅，佢係唔會食 down freeze 嘅 for Arcstar。而阿沙去殺佢咧都要大量嘅3 cost，至少3張以上先可以殺到佢，所以係非常之唔錯 control 各方面啊。但係唔需要玩到3張，因為佢都有本身嘅一個弱點，就係佢一定要 generate by backup 佢先可以出場，所以就玩兩張。如果你想換其他卡都可以，因為呢張卡其實係 combo 唔到 Emmet 嘅，呢張卡係 more on control，呢兩張卡都 combo 唔到 Emmet 嘅。接落嚟係兩個 Sephiroth。我揾呢個 Sephiroth 嘅原因咧，其實我係比較驚一啲我想殺而我殺唔到嘅 hero。打個比喻，如果 Warrior 如果一開頭對方 Warrior 出嗰個 Taiwas Mock 嚟，去個嗰個 Mock 同埋嗰個 Taiwas 打，你亦都係攞 Sephiroth 嚟 break 佢。如果你有一個冰 cost 或者地 cost 企住嘅話，你都可以做呢樣嘢，而 stop 到佢嘅 Axa 每一輪可以 drop 一個 Warrior 出嚟。打個比喻，你打 Agro 嘅話。你打到 Night，佢出到 Ramsar 佢咧，你都可以攞嚟 break 咗佢個 Ramsar 去，所以變咗你就唔需要咁驚佢可以用到個 ability break 到你一個 forward，都幾唔錯一個 break down forward 嘅 target 嚟嘅。而且係咪過後之後你仲可以 discard one，佢係相當於喺呢個 deck 一個唔錯嘅 control。OK，但係個壞處就係佢配唔到 Emmet 嘅。接落嚟就係4個 tech card 嘅 forward for 呢個 Emmet 嘅。因為由於你睇到呢一度咧係比較一啲 control 嘅卡，佢係 combo 唔到 Emmet 嘅，所以你見到我會放一啲性嗰個卡嚟 combo 到呢個 Emmet。除咗呢個 Ultimate， 呢個 Ultimate 其實係呢個 category。喺呢個 deck 入邊，你睇到其實我嘅5 cost 以上嘅嘢唔係特別多，所以我只係玩一張。而我大量嘅5 cost 以上其實係喺我 backup 嗰度，陣間我會同大家講，所以我只係玩一張。當我需要嗰時候，可能未必。如果我一早掉咗，我可以 choose 佢翻嚟，又或者我可以用 Shadow Lock，又或者係 Noctis 將佢拎翻嚟 E-card 嘅。佢係後期一個好強嘅 tag 所以我建議大家係放一張。佢可以將嗰個 game delay 一個 turn，又或者係
control 個 turn 就非常之唔錯嘅一張卡。而呢三張 tech 卡咧，其實係目前針對而家 environment 啦，大家呢一張唔需要講啦，係你嘅兄弟。雖然我唔知道佢 game 佢哋兩個有咩關係，但係呢張卡放一張係非常之唔錯嘅，因為佢可以炒位出嚟，然之後三級出嚟可以炸一張貨運啦。好多人都可以考慮話三級出嚟佢冇咩 effect，淨係炸嗰8000其實好少。其實三級出一個9000嘅貨運咧係 on curve 嘅，但係雖然話係唔會好 value，但係佢有一個 situation 拆位出嚟係特別勁嘅。打個比喻，你放一張 backup 一開頭，但係人哋已經 aggro 嚟啦，OK，你就可以出二 mat 抄呢張，然之後出呢張出嚟，對方會相當個 pressure，因為對方如果係一開頭就 aggro 你咧，你就可以一嚟就殺起一個8000，又企住一個8000 9000唔打，到翻你個 turn，如果人哋 remove 唔到你呢兩張喎，你就可以順水推舟咁用佢嘅 ability。打個比喻，一開頭如果你掉咗記一記，你抽到個30蚊係用嚟卡 CD，而你抽到嘅唔係 backup，你就非常之好，因為其實呢個 backup 有18張，你一 tap 佢，你一 set 咗佢，你就可以 flip 4張，如果中到兩張 backup，你都係抵。兩張或以上嘅 character，尤其是係 backup，你就好抵。打個比喻，呢個 deck 係好多種線啲啊，好高 cost 嘅嗰種 backup，而嗰種 backup gain 翻嘅 value 係非常之多嘅。當然我唔建議大家去搏，因為通常都好容易 miss。OK，so 佢只不過係一個有 addition 一個 option，你放你其實當然你可以唔放，你可以放其他一啲比較出色嘅卡，但係我好中意比較放一張。然之後 Kefka 無可否認呢一張卡就非常之強，但係唔係周不時可以出到，OK，唔係通常可以出到。而當你有時中 aggro 嘅時候，被逼不得已，你可能需要用8 cost 嘅出去 break 一個 forward，而且拎翻一啲大 cost 嘅 backup，而可以generate翻一啲 value 都相當唔錯。其實你係唔需要等到佢有3個 element backup 你先出去。當然你有3個 element backup 出去嘅話非常之 value，但係如果你做 aggro 你冇變嘅話，你出去都相當 OK 嘅。但係由於呢個 deck 係唔係咁容易，唔係話 focus 一定要出到 cap 卡嘅，所以 cap 卡只係當一張 as a tag 卡嘅。如果你需要用到佢，你可以用 email 抄佢出嚟，又或者如果佢已經掉咗一開頭，你又可以將用 true shift 啊、limit break 啊，將佢 recycle 翻你嘅場手都係可以嘅，所以放一卡非常唔錯。呢一張係我最新放落去嘅Vincent，which is 呢個 Vincent 咧就係攞嚟對付 Volta 同埋啲3 cost 以下。但係當你卡呢張 Vincent 嘅時候，你要非常之小心。其實你自己本身都有一啲3 cost 以下嘅。打個比喻 White Tiger 同埋 Sapphire 同埋你嘅 Limit Break。OK，其他嘅卡啦 Vincent 係對於冇影響，但雖然大部分嘅 forward 都唔會俾 Vincent 影響到，但係你都要睇因為你自己對本身嘅 White Tiger。呢一張卡嘅用處通常都係攞嚟對付 aggro 嘅時候，因為當你 set up 到你 control 翻對方，其實你已經唔需要呢一張卡嘅啦。但係有時當你一個 tag 非常之重要，但係當你中對方嘅壓沙，因為呢個 tag 非常驚壓沙嘅，因為呢張卡唔會成日喺場上嘅，尤其是係 Feel。有時你只會一個 white 睇緊人場上，或者 limit break 嘅3 cost 喺場上。當你其他嘅火位喺場上，你一中一個壓沙，你就通常全部都係 down freeze，所以你就會非常之難受。然後對方可能會藉此機會而 spam 你個火，嗰時候你嘅 win 身就可以大派用場。又或者一開頭對方已經 aggro 你冇其他嘅上多度之類嘅，你就可以出現身，所以玩一張已經足夠。所以呢個 deck 嘅forward 大概係20張度。而家我哋去到我哋嘅 backup，so backup 3張線 D 係一定嘅，因為呢個線 D 係可以 combo 呢個 image 嘅。So 當你入 image 場上，你出呢個線 D，你可以揸8000同埋 flip 3張，拎2張上手，一個兵一個咩。同時間，佢係一個非常之 value 嘅卡，因為係可以fix 咗你嘅所有嘅顏色 ，which is ice of，你只要有呢張享受就可以啦。所以我呢個 deck 嘅build 嘅嗰個 logic 係 combo image 同呢個線 D 嘅。OK，同時間線 D 喺場上你就好容易可以出到 cap 卡，因為佢已經幫你 fix 咗嗰點。如果冇線 D 嘅話，你可能你就要靠長多多啦。OK，所以線 D 係3張，一張係 Abululu，無需多講 image 可以 search 可以 recycle character，非常好嘅一張卡。OK，Yuna Lesca 點解呢度會有一張 Yuna Lesca 咧？係因為我玩3張 Rydia combo 佢，所以大家都知道 Rydia 係一個好好用嘅卡，因為佢可以一開頭就將你抄一個冰 cost 嚟 fix 咗你嘅卡啦，同時間你可以將你可以抄到3文，
因為其實我呢個 deck 嘅3文我有12張，11、12張，所以一開頭你就可以湊例如 Miss Dragon 出嚟你做一個 counter，但係對方唔可以大搖大擺咁 cast 嗰個 Ramza，係非常之好嘅一個 backup。然之後佢就可以幫你 fix 卡啦，所以我相當中意呢一張卡。然後一張 Venom as attack 卡，令到人哋3蚊可以重 cost 啲。另外有2個 Shandodo 攞嚟搏位，2個 Sip Wolf，同埋3個 Carrot Searcher，which is 可以幫我哋 fix 到一個兵嘅 backup，Edward 同埋一個 King 嘅 Cocker。但係呢個 Carrot 喺呢度，我會到底你可以見到呢個全部就係嗰個 backup 18張。我玩18張嘅呢個Ice of 嘅 backup，但係 Carrot 你會見到係3張。但係我能夠 search 嘅嘢其實只係得呢2張，which is 係我嘅Edward 同 Cocker。你亦都可以選擇減少一張。但係當我好多次玩，我都有一種情況之下就係我 backup 唔夠，OK，所以點解我會寧願放3張落去？但係放3張落去 EX 嘅效果其實唔係咁好嘅，因為好多情況之下一開頭已經出咗嚟呢2張卡，呢3張卡就 EX 就變得冇咩意義。其實你可以少玩一張，或者你擠多一張 tag 卡入去都冇問題。呢個係建議你個人，或者你淨係玩17張 backup 都冇問題。呢個係我個人嘅意見啦。暫時我係仲未有改佢嘅。然之後另外一個問題係好多人問我點解呢個玩呢個 Edward 而唔係玩嗰個2 cost 嘅嗰個 Remove and Break Zone 嘅嗰個 Edward，係由於好多時候我會淨嘅顏色會係鮮啲。點解咧？因為佢可以係冰。OK，當我冇冰，當我手上冇冰 cost 嘅時候，我就可以 cut 到 Sephiroth。OK，呢個係原因之一。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好多情況之下，我都會用晒所有 backup 佢嘅。點解？因為你睇到當我哋 set 到5張 backup，我哋一出 C 魔 tap 3張掉1張，出咗 C 魔俾 extra 1，我哋就可以 down freeze discard 1揀2個 effect whatever。而另外最尾一張留嘅卡，通常我會留到 Nine Scar，然後我就會利用佢嘅特性，一人掉一張手牌。所以就變咗，當你出 C 魔嘅時候，如果你 tap 晒5個 backup 嘅話，你係掉對方2張手牌，所以係非常非常之好用嘅喺呢個情況之下。因為對方當中2個 backup down freeze 同埋掉2張嘅時候，對方係非常之辛苦。如果大家都係一個 set up 啫，大家都 set up 到嘅話，你就可以將嗰個 value 慢慢咁 gain 翻嚟，係一個非常之難受。因為你會覺得自己都掉一張好傷，但係你要諗，你 freeze 咗2張 backup，你掉對方2張手牌，如果對方就會變到佢可能會靠 top deck 先可以 remove 到你 C 魔。如果佢一個 turn remove 唔到，佢基本上佢就玩完嘅。所以好多情況之下就會咁嘅樣。再加上我係因為有玩呢個 Vanille，呢個 Vanille 係非常之唔錯嘅一個卡向呢個 deck，因為可以令到所有人卡3蚊都要俾多2 cost。而呢一個特點，打個比喻啊，對方啱下睇下數就會變成5 cost，所以我比較中意呢一張卡，我就唔會玩 Edward，因為好多時候如果我揀留一張，我會選擇係留呢一張，又或者我會直頭用 United Discard 運，所以我唔會再玩多一張 Edward，因為我係唔會企住，因為好多時候你企住呢張嘢，人哋對方就唔 recycle，所以你係每一個 turn 你都係減少一個 cost 嘅，即係你一個 cost 你係冇用到嘅。但係當然，如果嗰個 meta 係一直 recycle 嘅比較 heavy 嘅，你就被逼可能會換咗嗰個2 cost 嘅 Edward。所以呢個就係呢個 backup 嘅見解。最後就係3蚊。3蚊嘅話，最重要嘅3蚊呢個 game 就係呢個 Miss Dragon 去靠得好多個 deck 向現今呢個 environment 嗰度。所以呢一張3蚊係必3。我喺尋日嘅比賽，我打到 Mono Earth 我都係靠呢張卡嚟贏。因為由於對方抽唔到嘅原因，抽唔到 Miss Dragon 嘅原因，所以我死馬 Miss Dragon 佢個 break zone，令到佢個 Mono Earth 嘅 Leo 一開頭已經冇晒啦。所以呢個非常之重要嘅。而大家可以睇到我玩3張 Madness，其實我係比較驚 aggro 嘅呢個 deck，因為呢個 deck 係一個 defend deck，同埋相對嚟講速度比較慢嘅 deck，所以我係搞大量嘅 block weight 嚟同埋呢個 EX 嚟防止對方一開頭 aggro 我嘅。你會見到 Vincent 啦、Mathias 啦、Shandodo 啦。又或者可以 cast Emet 啦，係攞嚟 counter 呢個 aggro 嘅。仲有2張卡，亦都係 counter aggro 嘅，其實係2張5 cost Hackathon，尤其係打 World 7，因為喺 Malaysia 個 World 7嘅 deck 係特別多嘅。然後接住嚟就係3張 Trucive 同埋
最後一張 Hackathon。其實呢張卡放一張即可，因為我覺得用處不大。因為而家個 backup 普遍，尤其是 Tyro 已經 ban 咗。因為呢個如果係 target 向 Tyro 嗰度係非常之抵嘅。但係由於 Tyro ban 咗，其實已經越嚟越少卡需要用到佢啦。Maybe Wo7 嘅 low cost Princess Sarah 或者 Warrior of Light 嘅 low cost Princess Sarah，但係如果 Warrior Wo7 可以 aggro 你嘅話，你再出呢張會令到你自己更加慢，所以你踢一張落去就即可。So 呢個 deck 嘅相對嘅玩法係比較慢嘅，係比較 grind deck， 一個 grind deck， 一個 defensive 嘅 deck。如果就好似我尋日一個打我有一場 game 我用呢個 deck， 我打個 loss， 我打到 Mono Water， 但係基本上其實我打到個 Mono Water 嘅時候咧，由於佢一開頭嘅 backup 好快，我一開頭我睇佢鋪到幾張 backup， 其實我已經知道嗰場 game 係會打到去 backup， 所以我一開頭嘅 strategy 我就會 defend 到佢 backup， 因為響對方 Mono Water 一個健康嘅情況之下咧，你係冇可能掂到佢嘅，因為 Mono Water 佢嘅貨位嘅 control 比你更強，而佢有大量嘅 monster，佢比你更加多 value。你可以做嘅，只不過你可以一直清佢場，因為佢係冇 haste 嘅，你可以等到佢 deck up。但係如果對方個玩嘅速度係相對較慢嘅話，就會造成 double loss 嘅一個情況。所以你用呢個 deck 嘅時候，你一定要知道你打到個 deck 你究竟嘅 advantage 喺邊，你究竟要點樣去操作。當然呢個 deck 可以贏 Mono Water。打個比喻，一開頭如果你好順，你 set up 咗 backup， 對方有啲 start backup 嘅話，你就可以食住個勢出C 魔呢啲卡嚟控制佢而贏嗰個 game。但係當佢比你咁快嘅時候，你只可以等到佢deck up 其實，因為其實上你係根本唔可以 turn 嘅 game，除非佢有 mistake 啊。所以大致上就係呢個 game。如果你遇到 aggro 嘅話，呢啲卡 Board Wipe、Vincent、Hackathon、Matis， 不過 Matis 係唔建議你自己卡啦，係要 EX 嘅上多多，同埋 Limit Break 上多多。而 Limit Break 上多多咧，通常你係打 Monster Deck 嘅時候，你先會用到嘅。尤其是你打緊 Mono Water Monster 嘅時候，你要儲到對方好多 Monster，然之後你手有 Mishagen 你先好用。如果唔係你食嗰個Leviathan，你 cancel 你上多多 effect 就變得冇意義㗎啦。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幾時用呢張卡 ，OK？然之後相對嚟講，呢個就係呢個 deck 嘅點樣去操作嘅方式啦，係一個 defensive 嘅 deck。我希望你哋中意啦。So 今日嘅講解就係咁多。如果大家仲想知道關於呢個 Isosphere 有咩問題，可以 comment below。如果中意呢個 video，唔該幫我like and share 出去，同埋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video。如果你想睇多啲更加多嘅呢類型嘅 content 亦都係留言，我會盡量做俾大家睇。好，今日嘅條件就到呢個為止啦，多謝大家。